来到 Go Go 公哈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A 姐，我一定要好好推荐一下台东的关山米。真的超棒的，因为我把它送给了我美国的朋友啊，他们都是赞不绝口哦，觉得说哦，这米呢香香 Q Q 的，也太好吃了吧。而说到了白米，就是帕米，帕米就是白米哦。那么其实来到了台东关山，真的在这里呢是空气清新，少污染，而且啊这里的稻子啊都是用山泉水去灌溉的，所以呢关山米可以说是远近驰名，质量好。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稻子就叫做 boy。就是稻子了。那为了让大家呢能够知道传统的碾米过程，所以在当地呢有一座碾米厂也开放让大家参观体验哦。说到碾米厂就是锦米寿。你刚刚提到的锦米寿啊，就是碾米厂哦。那么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呢，就是今年的稻子收成很好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今年嘅boy收成以后，今年嘅boy收成以后。今天 Go Go 公哈发呢，带你到关山去品尝关山米。刚才在田里看到的呢，就是我们的糜啊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去看看关山米汤米的制作过程。哇，这锦米寿的机器也太大了吧！这就是关山米的锦米寿，97年就停产了，那就开放给大家来参观做体验活动，让大家来了解做米的过程。哇，这就是关山的帕米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为什么关山的帕米这么好吃啊？因为这里特殊的地形影响了气候，所以呢，让我们的汤米呢吃起来又甜又 Q。我觉得啊，这台东关山真的很好哎，好山好水，还有关山米可以做伴手礼。对呀，关山米的好滋味呢，真的是没话说呢。所以啊，赶紧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天教给你的客家话哦。首先要教给你的就是关山米，真的很好吃，它的白米就叫做帕米，帕米就是白米了。那稻子呢，就是糜就是稻子哦。到台东关山还有这么一座碾米厂，可以让你好好参观哦。碾米厂就叫做锦米寿，锦米寿就是碾米厂了，没错。今天最后要帮你复习的一整句话呢，就是今年的稻子收成很好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今年嘅糜收成以后，今年嘅糜收成以后。今天 Go Go 公哈发呢，带你品尝了好吃的关山米，同时也带你到关山去逛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